公司第几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20日下晡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带大家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台中捷运站有电缆线小气转线列车是停3分钟，也毋过代志发生了后，中捷拢无对外来解说，也无疏开民众的措施。卫福部加码10万剂流感疫苗，今仔日开始全台湾拢会使做，各地一透早就有人咧抢。疾管署提醒高风险族群，也爱赶紧去注射。离婚条件要放零，未来翁仔某若准伫5天内分期3档，就会使请求离婚；赡养费伫2天内会当讨，若准搁再假娶，就袂使继续提钱。先来关心的是台中捷运文华高中站的昨中昼的时阵，这个电缆线小气，这出现火星，也有白烟，所以全线列车是暂停3分钟。也毋过这代志发生了后，中捷公司呢是拢无对外来解说，也无疏开民众的措施。也那中捷公司是来表示讲，这电缆线的确是有去过摇去，照 SOP 来检查了后，才搁互列车继续来运作。轨道边啊，先是出现火星，刷落来请白烟出来，过程拢叫监视器翕落来。台中捷运绿线这个月19号中昼12点半，文华高中站轨道电缆发生爆炸，站区的电梯一度暂停。画面甲消息传出来了，民众是感觉真惊疑。你那种情况，你不会担心吗？就这样子啊，很直接的一个反应啊。感觉是有点震惊吧，就是希望说，他们可以就是有一些采取一些措施这样。中捷这个月20日全线游园正常营运，事发了后，台中市府甲中捷公司拢无对外说明，官网也无任何信息。民册上新的发文还阁停留伫咧6公钟前，民代是召开记者会批评，过去曾经发生几多件重大公安意外的台中捷运，完全是拢袂记哩教训。到底是因为你人员的疏失，还是设备原本就有问题？那发生这样的事件，到底为什么不用停时检修？到底？为什么我们没有标准的 SOP？ 到底应该要怎么处理？行控中心收到警示后，立即指示现场工作人员进行紧急处置，按 SOP 全线列车于车站暂停约3分钟，进行安全检查，确认安全无虞后恢复正常。中捷公司是表示，这个事件是文化高中站轨道边22 kV 电缆绝缘异常烧氧故障，造成车站电力异常。事发了后，行控中心马上按照 SOP 要求全线列车暂停3分钟，巡检确认安全，而且进行电力转供了后恢复正常运作。预计21号半暝会来换电缆，而且以红外线热显像仪全线检查，避免这款的问题搁再发生。公司新闻台中报道。好，除了台中捷运以外呢，这高雄轻铁也来发生事故，有一台列车呢，昨暗伫马甲道路，也有华安路口，互违规倒弯的轿车去甲弄到这个车头的帮仔砖，安尼落下来，车顶的旅客也互人请落车，拖20分钟，才总算恢复运作。那警方呢是依法甲驾驶来开罚甲以上。高捷也表示讲，若准确认这个事故的原因，就是轿车违规，安尼会依法甲伊讨赔偿。轻铁列车当要过路口，一台无照号志违规倒弯的轿车直接弄来。事故发生伫19暗时，高雄马卡道路甲华安路口，车顶旅客无奈中途落车换车，轻铁车头轰弄去一地，加载无人受伤。经调查，由于未依号志指示左转，已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依法举发，并处最高1800元罚款。肇事轿车行到落伫事故现场，事故造成当地交通甲轻铁20分钟了才恢复正常运行。除了以道交条例开罚，警方嘛以过失妨害舟车行驶安全罪，以上肇事驾驶。捌看人迄轻轨来啊，伊嘛要轻轨，轻轨佮载慢慢啊，互过呢。有啦，无规矩啊，有啦，有规矩啊，有啦。照现场的号志，这个路口当伫显示倒弯号志顶的时阵，才会使倒弯。但若居民捌看过人违规，透早记者嘛看到部分车辆违规。本案如今警方确认为小客车违规，
高捷公司将针对列车毁损状况及人力动员进行求偿。详细事故原因，警方各地厘清，但高捷公司嘛提起用路人经过轻铁路段应该减速慢行，并遵守相关号志，以免发生事故。公司新闻东环宇柯正俊高雄报道。同款是交通事故，来看这宜兰苏澳的海山西路，也有中号路口，伫半暝1点的时阵呢，有一个女性过车路，结果煞互一台连接车甲搞死。这个驶车的驾驶呢，佫直接走去。警方找到人了后，是依法甲送办。其实统计起来，这宜兰县今年头2个月交通事故死亡的案件，是比去年同期加真侪。县府讲会针对较接出代志的路口来好好改善。市区外面一名姓郭的女子青丁，准备要过大路，随即和对向要倒弯的大车弄到，姓郭女子当场死亡。肇事的姓干驾驶无停车，直接离开。一直到后来，驶小货车的姓郭民众发现，才报警处理。事故现场，警方用布棚抓姓郭女子的遗体，成立专案小组展开调查，顺续找到拖车的驾驶酒测达是零。专案以肇事逃逸甲过失致死罪嫌侦办。本分局立即成立专案小组，于上午3时50分许火速循线查缉简姓犯嫌到案，经酒测值为0，全案将以肇事逃逸及过失致死罪移送宜兰地方检察署侦办。宜兰县过去死亡事故的数量，大年大约是60件，去年减少剩46件。不过今年1月到达已经发生9件，比去年同期增加3件。要减少意外发生，除了民众上路爱加注意路况，公部门也爱积极改善交通环境。那我们今年会持续来再选择20个路口来进行相关的这些事故地点的分析，以及目前道路的状况也会在今年完成20个路口。警方就在今年才拄开始发生的死亡事故件数，也伫会当控制范围。县政府表示，2024年到2022年，有依照事故热点分析，挑选县内有60个路口做改善。去年陆续改善完成，今年会搁依照事故热点选出20个路口做改善，望各路权主管机关积极配合。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第2级的毒品依托米酯，互人加入电子烟，变作是丧尸分段，所以发生真侪食毒驶车佮弄死人的案件。其实根据这个刑事局的资料，全台湾伫1月中旬到2月中这段期间，是超出300多粒的丧尸分段，也佮有4.6公斤的依托米酯的混油，这市场的价值有约900万。第2级毒品依托米酯，佮合作丧尸分段，造成侪社会交通安全问题。刑事局最近透过资料库的比对，找出全国可能有咧使用丧尸分段的对象，分别伫咧屏东甲花莲抓到嫌犯。大批警力用工具甲大门撬开，要入去敲锤。刑事局最近透过分析异常车祸的驾驶记录，比对毒品监考资料库，分析全台可能有咧使用依托米酯的人，伫1月中到2月中，分别伫屏东甲花莲抓到细串、细粒的嫌犯，找到依托米酯的混油、枪，甚至是毒品混装工具。针对那个毒品人口的大数据资料库进行分析再针对那个车祸事故的一些资料进行交叉比对筛选出来一些潜在的贩毒分子进行跟监搜证。第2级毒品依托米酯原底是医疗麻醉剂，但是最近几年，互人加入电子混油，加做丧尸分段，落尾发生侪食毒驶车，甚至是弄死人的事故。刑事局分析毒驾事件甲依托米酯之间的关联，将案分散伫全国16个县市的嫌犯，执行专案查缉。1月中到2月中，就查到39个案件，计共抓到54个人，够取得约900万的丧尸分段。有39件，54人。那丧尸烟弹分装厂有16座，共查获丧尸烟弹有333颗，依托米酯的烟油4.6公斤，约可制成3082颗烟弹。本次的专案阻止了3415颗丧尸烟弹。流入市面，食毒驶车造成侪交通事故，甚至进前佫害2个警察不幸殉职。刑事局讲，毒品会伤害家己的身体，甚至会造成别人的伤亡。刑事局正在继续追查相关的依托米酯案件，改善交通安全甲社会治安。记者阮林玉凯台北报道。
政治的消息来看，这立法院昨下晡呢是来送出总预算案甲再违法的修正案。行政院是来批评讲，这份总预算呢是头一届无甲删除的总数甲写出来，而且这再违法的修正嘛是同款有问题。民进党团吴思瑶是讲，这拿白赢呢是2粒财政炸弹做一届甲蹦蹦起来，也若拿赢煞呛讲，其实删除的概念已经讲甲足清楚啊。立法院19下晡甲114年度总预算案再违法修正案送去总统府甲行政院。不过，公民团体关注预算冻结的金额，也佫有总预算删除确定的金额。审查报告内底煞无写，呼吁行政院提出复议案。删了这些预算，因为你重复删，因为你删到负数，你最后算不出总额。既然最后丢一句话给行政院说，你就看着办。民进党立院党团干事长吴思瑶认为讲，这届送出去的总预算审查报告，白书是无字天书，一年支出内底无写清楚预算大减的数字，概念论述嘛看到真无确定，批评拿白一届引爆2个财政炸弹，欠缺精确的删减数。这样子的状况是前所未见，用这种模糊不清、模棱两可的审查结果，就是要甩锅行政院，行政院自己去调节，行政院自己去试算。请问，你把行政院卖了，还要行政院自己替你数钞票？他硬要这样挑剔，我们也没有办法哦。统算的部分要砍937亿，其他的你自己砍，这个是讲得很清楚。他提复就提复一把，我们就否决吗？就这样子嘛，这个系统是要落幕吗？行政院表示，总预算历史上头一届无写总删除的数字，互人质疑敢有符合预算法规甲宪法。再违法修正嘛明显有问题，甲总预算产生竞合2案做伙送出去，甚至引起成效顺序的争议，严重影响国家财政。会建议合法合宪的救济方式。公司新闻台北报道。亚那专台大罢免面正是传出有假的连署，民进党立委柯志健的早起是去到台北地检署来告罢免团。另外，民进党的立委黄捷也表示讲，有民众有反映家己的资料，互人提去使用，怀疑国民党是有咧主导。亚那国民党的高雄市党部主委郭志温呢是讲，这党部绝对无介入。在律师的陪同之下，民进党立委柯志杰20去台北地检署告发罢免团体涉嫌伪造文书、伪造印文书亚罪，告诉法庭。柯志杰表示，接到民众真情，明明无参加罢免，却收到罢免柯志杰的查询单，发觉互冒名连署。以前在罢免黄捷的时候，也有类似就是国民党提供名册，所以当然我们也会怀疑是不是国民党有这个行为？那当然就是说，因为还没有确实的证据，我们也不能随便下定论。另外，同款是高雄的民进党立委黄捷，假日罢免风波也接到民众反映，互假冒连署，怀疑是国民党将告知外泄。黄捷要求国民党高雄市党部主委郭志温出面讲清楚。柯志恩出来说明是不是有主导，或者是提供了这一些名册来给罢免团体呢？黄捷应该尊重公民团体，一如民进党不断的强调尊重公民团体，国民党的市党部绝对没有介入这样的一个事件。全台大罢免拖烧，罢免国民党立委陈菊珍的国民团体，原本要伫选罢法适用旧制的最后一日19送行，却因为伫第一阶段的底函也就73分无法度达标，宣告失败。民团强调追求和平，无代表投降。陈菊珍反呛，金门人是弃嫌政党恶斗。亲人不见得谅解他们给他们压力。那还有这个陈怡贞的这些网军。在网络上，这些铺天盖地而来的攻击跟怒骂，这些都造成他们很大的一个心灵上的一个压力。金门人真是有智慧，因为金门人唾弃政党恶斗的这一种风气，将对选罢法加严，20正式上路。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指控若被修法违宪，中昼时去宪法法庭递上释宪申请书，佮提出暂时处分。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民进党的立委林岱华若像涉嫌诈领助理费，即马检方呢是去立法院，也有伊的服务处甲徛家来敲催。服务处是来发出声明，强调性别，也来讲尊重司法。也若林岱华伊本人是话讲，这政治插手司法，也若司法呢，搁来干扰着初选，有可能就是咧烦恼家己选市长这条路会受到影响。 一到法务部调查局南部地区机动工作站，立委林岱华手提白纸，想要闪过调查人员，对外口一直发冤枉，是因为20早起检调分骨就对去敲林岱华立法院办公室，也个高雄政府大寮顶地区的服务处。他们要出庭公务吼，不好意思，来谢谢。北部有大批调查人员提纸箱去到立法院，也若大寮服务处是早起7点左右，就厝边看到调查局的人员。好早哦，很早，8点多就。 8点多，7点多了。林武的服务处是由检察官带队来敲，拄好当着选民服务，就请民众较晚才来。中午过后，系啊，拍摄呢，中午过后再来。 林岱华涉嫌诈领助理费防检举，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林岱华等人也互带转去侦讯。林岱华服务处回应讲，委员做8任一位任期守法，相关费用要求合法法规，以尊重司法调查，静态水落石出，行医清白。也若林岱华有想要参选民进党高雄市长的初选，高雄市真侪活动场合都会看到伊出现。目前暂时是民调第一，敢会影响到选情这部分，搁爱观察。也若高雄地检署针对这个案情无任何透露的消息，也无做任何回应。公司新闻综合报道。中国华侨大学，也有中国暨南大学、甲北京华文学院，即马呢拢是由中国的统战部来管理。咱的教育部长陈英尧就表示讲，全面拢要禁止台湾的公私立大学甲这3间学校来交流甲合作，也会发公文予高中职。若真有学校无配合，安尼就会靠补助款。 一年一届的大学校长会议开始进行，教育部长陈英尧特别受访，说明禁止台湾的大学和中国的暨南大学、华侨大学交流合作。只要隶属统战部，我想它是属于特定目的的，这个它并不是我们一般的真正的我们所定义的一个学术取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大学，所以我想我们来停止合作是必要的。 陈英尧讲，那这2间学校对2018-2019年开始是统战部直接管理，北京华文学院嘛是同款。这3间学校都有甲教育无关系的特定目的，会请大学停止合作，卖法文提醒高中职。学历的部分对今仔日开始，学生去中国统战部隶属的学校读册，拢袂承认，因过捌去过的，拢袂阁去追究。 以目前我们看到的大概有光这2所学校有2100位的台湾的年轻人在那边读书，我想这不是我们所乐意见到。从今天开始，我想在未来我们都不会承认总统赖清德今年特别到场，致辞时阵强调，希望各大专校院甲中国进行交流的时阵，要有风险意识，共同保护国家核心关键技术和科研成果。 一起守护民主，以及维护台湾的国际竞争力和国家安全。大学方面要安怎更加有风险意识？大学校长会议第2天特别邀请了委会主委曲水正，说明两岸关系，也有政府的两岸政策。公司新闻综合报道。 今仔日这冷气团有减标，所以你是各地这温度有回升。也毋过呢，下暗开始这锋面通过，佮加上东北季风，北部会佮再来反寒，开始来落雨。也若礼拜时有另外一波冷空气会来报道。后礼拜日就是上寒的时阵啊，就要等到后礼拜2才会较温暖。 因为冷气团减弱，落雨减少，20全台湾各地气温回升。估计西半部日时的温度差不多23至25度，东半部是21至22度，明显感受温暖舒适。暗过20暗时，又有一波锋面通过，国家东北季风增强，到时阵北台湾会有转为湿湿凉凉的天气。随着锋面通过，加上东北季风增强，我们可以看到红色这条线，到了明天礼拜5白天的高温。 北台湾跟今天相比，就会有明显下降的趋势。气象署表示，未来几天北部东半部，伫一波刷一波的云系影响，会落局部较大的雨。
中南部的天气是相对较稳定，到礼拜23有一波冷空气的入南，后礼拜24的透早是上冷的时阵。在礼拜天、礼拜一的这波冷空气，我们预期强度可能会到大陆冷气团的等级，因此礼拜天、礼拜一各地的气温都会下降，尤其是北台湾下降的幅度会再更明显。气象署提醒，要到后礼拜2冷气团减弱、水汽减少，温度才会搁回升，一直到228的连假期间，袂搁有冷空气影响。嘛提醒民众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出外时阵会记得要扎护具，适时调整清擦。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卫福部加买的10万剂流感疫苗，今仔日开始全台湾拢会使去注啊，所以各地呢是一透早就有人抢买来注射。另外，伫台北市是有药厂来捐1000剂适合65岁以上时代来注的流感疫苗。疾管署也来提醒高风险族群，都要赶紧去注射。今天的流感疫苗号码牌拿完了。10月中辈排柜牌伫柜台等挂号满面的期待，因为疾管署紧急购买10万剂公费流感疫苗，伫2月20正式开始注，透早就出现抢注的人，像讲台北市联合病院早起100张号码牌1点钟内就扫完啊，还有袂少人等无。他排不到，因为今天是只有100剂啊。觉得好像，我就觉得很紧张，我就觉得说应该要打啦。过来已经额满了，所以会有候补的。他说你就等一等。要民众6点就开始走来排队，因为流感疫情也搁伫高峰。这届因为开始做的对象是11类高风险的族群，药厂嘛特别捐赠1000剂含组织的流感疫苗，专门提供给65岁以上的长辈来注。主要是施打在65岁以上的长者。那因为佐剂疫苗它会对我们的人体产生的那个抗体数量更多，那持续力会更久。那因为长者的免疫力本来就比较差，那这个会对长者的那个抵抗流感的一个效果会更好。医师嘛提醒，即马自拄好会当赶到228廉价的尾班车，加一个保护力。全台湾同步开始注疫苗，各地卫生局心情拢变正红。台南市中西区卫生局同款出现真长的人阵，要长辈透早5点就到场。初步估计10万剂疫苗要做的真济。我5点半就来了，讲得蛮严重，而且现在的病毒好像有变种，那我就想说就来打一下。今天开打嘛，那我们还要再了解一下目前各县市卫生局的一个接种的一个状况。不过我们已经确认，我们配付给各县市卫生局的一个疫苗都有配送到。疾管署嘛提醒，高风险族群一定要量早注。另外，今年10月要新一波流感疫苗，和防疫未中断。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国际消息，咱要先来关心的是，这俄乌战争还未收煞，要毋过呢，即马美国总统 Trump 煞对外来表示讲，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是无经过选举的独裁者，讲伊呢，互美国开3500亿的美金去拼一场温书的战争。这个言论呢，美国参议院的领袖图恩是表示讲，即摆呢是 Trump 伊个人的看法，也让欧洲各国也来表达无共款的立场。欧盟是强调讲会扩大对罗西亚的制裁。A dictator without elections. Zelensky better move fast, or he's not going to have a country left. Got to move fast. 川普19伫非洲迈阿密参加一场沙烏地阿拉伯舉辦的投資國峰會，甲伊伫因的社群平台以文字發表的這個言論，完全無保留公開講出來。川普講，澤倫斯基是成功的喜劇演員，互美國開3500億的美金，用伫一場拍袂贏的戰爭。又佫講，澤倫斯基的民調支持率真低，敢若有4%。以上咬的都是甲前總統拜登囥伫手底咧變人。美國甲羅西亞的外交團隊伫沙烏地首都里雅德舉行的羅西亞烏克蘭停戰會談結束了後，面對儕對烏克蘭發展不利的事項，特別是川普一再對外中和克里姆林宮戰爭的觀點。澤倫斯基表示，川普是活伫羅西亞假信息的環境內底，又佫講美國替普丁脫離儕年來的孤立，所以就引起川普是獨裁者的講法。美國參議院多數黨的領袖杜恩，迄天伫國會記者甲問，伊講迄是川普個人的看法。Well, I like I said, the president speaks for himself. What I want to see is a peaceful result, a peaceful outcome.
罗西亚的国营电视台 Russia 24每一天密切关注美国、罗西亚甲乌克兰上新的进展，而且甲下底华府特派员连线说明详细的内容。Сейчас позиции Москвы и Вашингтона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конфликта на Украине выглядят даже ближе, чем взгляды США и Европы. 欧洲各国领袖是对川普的言论表达无同款的立场。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伊认为这是喊呱呱。英国首相史凯尼明确表示对泽伦斯基的支持，也那欧盟的回应是会扩大对罗西亚的制裁。从开战以来，每一届拢是穿青色的军装出现。不过，从美国这边提出放弃领土、放弃加入北约的条件的讲法了后，泽伦斯基就干那穿乌衫。10到暗时也表示，伊会甲美国、罗西亚、乌克兰问题特使凯洛格见面。伊讲这届见面是真重要，讲甲美国的工作大部分拢是有建设性的，强调甲欧美做伙和平会更加可靠。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来看菲律宾的天高咧，即马又搁压起来啊！到2月初1开始，已经有28000外的病例，比去年的同期是增加4成左右。有地方的官员是来鼓励民众掠网，掠5只呢，就会使换差不多台票5角的奖金。大部分的民众拢真支持。民众摕竿仔内面有因掠到的网仔，要找区长领奖金。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一个村怎么有一项计划？若是掠到5只网仔，无论死活拢会当换一批数，差不多台票0.54块的奖金，来对抗最近相关的天高热疫情，所以真侪人掠网仔。Ang nakakuha ko ng 9 pesos sa 45 pieces na kiti-kiti ang nakuha ko. May doon, mali, pambili ko ng kape, malaking tulong sa akin to. 菲律宾最近天高热病例大量增加。菲律宾的卫生部2月初1的资料显示，全国有28234个天高热病例，比去年同期增加4成。当局开始各项防疫措施，包括传统的摒扫、防治积水。马尼拉一个村的区长就发动这项掠网仔领奖金的计划，希望会当保强这卖的防疫措施。They have 44 cases and meron po kaming 2 na po na namatay na estudyante. Kaya nung nagkaroon po ng alarma yung Quezon City na merong outbreak ang Quezon City, kaya ang Mandaluyong po, lalo tigit ang barangay ko pinakamalaki, maraming tao. Ako na mismo ang gumawa ng paraan na panibagong alternatibo na makakadagdag sa ongoing projects na ginagawa ng LG. 不过，这项措施伫社群媒体引起批评，质疑讲有人会挑工饲网仔来换奖金。局长是讲，因安尼先做是为着社区民众的健康设想。世界卫生组织甲菲律宾列做2023年西太平洋地区受天高热疫情上严重的国家。伫迄年，差不多17万人感染，575人死亡。公司新闻张伟玲、吴继昌编译。伊朗的首都德黑兰呢，因为空气污染、地震旱热，也佮有这个能源设备也无够，所以生活品质呢是受到正大的影响。当地政府是来考虑要甲首都搬去到南边瓦阿曼湾的所在，也毋过其实这项工程也佮需要真侪基础的建设，有影是真困难。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伫1月提出甲首都迁离开德黑兰的想法，目前政府正在考虑瓦南部阿曼湾和巴基斯坦边界的马克丹地区。政府讲，目前无选择，必须要甲政经中心迁到南方，但是无提出任何时间表。德黑兰是伊朗的第一大城市，都会区有1500多万的人口，嘛是伊朗对18世纪以来的首都。但是这伫个内陆，工业和车的废气较会积伫内面，当年都有严重的空气污染。另外，因为过度抽地下水，嘛造成地站塌落去的问题，连供电设备嘛袂用得啦。We have problems from our sky up, and as you said, the earth beneath us is also sinking. And right now, as I'm speaking to you, the power in my neighborhood is out. It has been out for an hour and a half. 这迁都的想法已经不是第一摆提出啦，甚至对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都有人提出这个想法。不过，因为伊朗的路网、电网这资源的规划，同款是以德黑兰的都会区做核心，伊朗人是普遍认为迁都的难度实在伤大。I think it's funny because it's not possible to move it with all these government buildings. And okay, if you move it somewhere else, we'll have the same problems. It's ridiculous. 政府当地考虑的马克兰地区虽然讲挖港口方便无益，但是开发度真正足低，离主要城市嘛较远，而且水电的供应拢无够。专家讲，若要自头来建设一座城市，更加需要长远规划，加上持续开大钱来投资，才有可能完成。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
当来看咱台湾地方的消息，伫1月21的时阵，嘉义梅山大地震，互隔壁庄也就是台南的南西，真侪主体呢受到损害。住伫收容中心的灾民，今仔日是按算要离开，搬去到南水分署的旧宿舍。目前已经有21号生住入去，也若剩的13号，大概等到月底，这个宿舍整理好势了后，才互因开始来申请使用。 20号一透早，民众甲大包小包的包裹仔搬上车，准备离开紧急的安置中心绿博园。因为对顶个月21号地震了后，灾民已经伫遮住了1个月，市府嘛启动中长期安置计划，将灾民转往水利署、南水分署的旧宿舍。未来几冬中间加黄的期间，因将伫遮展开新的生活。也是会不习惯啊。 因为毕竟人家这边也是要营业，有的可以，那就好了；不可以的，不知道要怎么办呢？先去开的啊，为个开的啊，无变啊。 透过劳工局做工行善团的志工调度家具甲整理，加上有民间团体协助，主体内面是全部拢有。民间团体更紧急的进行电力水器的布线甲安装，并且添购电力水器顶家电，让住民会当更较舒适的生活。那接下来搬到这边，其实工作还不会完，他们还继续的做一些在整个灾难管理里面的第4阶段，就是复原、恢复 （recovery） 啊，所以我们要跟着政府来帮助他们，就是站立起来。 那目前呢，我们已经有21户48位住民啊。那我们将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医疗啦、心理健康啦，还有大家社区的活动啊等等，我们会带进来，希望他们快速的不只是成为灾民，而是在灾难之后有很好的学习。 旧宿舍安置总共会当提供34户的房屋，目前已经有21户48位的住民先住入来，其他的房舍月底进行会全部完工，才提供给灾民使用。另外，南西市场方面，嘛有3户11个人还未搬离开，佮继续住伫市场内面。市场处嘛将会沟通协助安置于南水宿舍。公司新闻郑云台南报道。 过来关心这高雄大寮山顶里的居民呢，是来怨叹讲，自从过年了后，就定定闻到臭酸味。这里头一个问才知影讲，原来就是进前南区回收厂火烧。这过年呢，垃圾量佫真济，所以环保局是甲1500吨的垃圾拢囤伫个大寮的垃圾场，毋才会造成这款的环境的问题。居民是来批评环保局事先拢无通知，所以要求赶紧来处理遐个垃圾。 怪手将粪扫卡入去太空包底，然后封起来蹲伫边仔，现场就闻到臭味。其实这个月初就一直有人甲离场反映，讲附近闻到臭酸气。原底是一阵一阵，后来是规工拢有，互居民真正是挡袂了。原来这是因为南区资源回收厂小气，过年期间处理袂起的粪扫，环保局暂时再来大寮粪扫掩埋场坑，总共1500吨，当地居民拢无接到通知。伊伫内底嘛是闻到迄个臭酸味啊，出来嘛是佫较重啊。 当时闻到，当时开始闻到。过年前都拢有啊，过年前都一直拢闻到啊，到最近还佫较重，佫味佫有够重的啊。你当下阮喊阮孙哦，遮细汉就讲，阿妈那个是什么味道？怎么那么臭？一开始的反应的时候，他都一直跟我们说，哦，他们会处理，他们会处理，然后他们会喷除臭剂，然后的方式去抑制。可是这样子反应了2、3个礼拜之后，哦，就是一直也都是没有解决。 然后后来他才跟我们说要打包，用打包的方式。里长这期要囤粪扫无成功，向环保局环境有臭味，佮拖到顶礼拜才来甲粪扫包起来。环保局表示，因为包粪扫爱晓叮当，这阵啊味才会遮尔重，因为赶紧相关的作业，这包好的粪扫后续会分配送去焚化炉烧。为了避免异味的发生，我们除了增加消毒水跟除臭剂喷洒的频率以外， 我们会加快打包的速度，那最快会在周4之前完成打包。当地居民要求粪扫赶紧再造，环保局强调，南区资源回收厂目前正在修复，按算3月中左右就会当开始烧粪扫。目前处理不了的粪扫会先调去其他焚化厂，袂阁囤伫大寮。记者柯家如邱朝阳、高雄仓报道。 台东县24当前呢是伫活水湖边来起一座上千万的国际级的储冰场，要毋过其实拢无啥咧使用，所以即马呢已经趴远10多冬啊。民众是来批评这座储冰场，那所在正压贴，佫欠管理，实在是黑白开钱。
这个讲是国际级的竞赛溜冰场，24年前伫台东活水湖完工，不过即马四周围草啊甲树啊发真旺，溜冰跑道去互树丛砍去，设施早就毁损，袂使使用。到活水湖运动的民众讲，这个地点伤压角，袂有人想要来溜冰。关于我嘛批评县政府浪费千万的经费，无好好维护。花了一些钱的资源嘛。但是没有吸引人使用啊。台湾县政府对于这个活水湖的设施有这个管理不佳了哈，然后有怠惰的那个问题发生了哈。其实，伫溜冰场边啊，本来还阁兴建2个酸水池，即马嘛封起，完全无法度使用。县政府表示，这2-3年拢有陆续提出活水湖休闲园区规划案，要招标委外经营，不过拢标袂出去。目前按算先甲溜冰场周边留地整理做停车场，互民众来活水湖运动休闲会当停车，并委托厂商维护清洁环境，让人家来做简单的基本的一个管理。然后再看看后续的示范的状况如何，再来演绎说是不是再要重启招标。管理员批评，因为县政府无伫活水湖兴建固定的室内空间，厂商则无愿意来经营。不过县政府是讲有规划兴建管理室，也是环境教育场馆，会赶紧提出设计案，改善活水湖的空间利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这家人协和电厂改革案是引发真大的争议。环境部表示讲，后礼拜三呢已经安排宽屏的审查，也毋过因为顶一道是超过50个人来发言，这开会是开9点钟，所以呢这届呢是限制干那20位会当来发言尔，互环保团体批评这公民参与是愈来愈倒退。民众轮流就代表达意见。今年1月17日，环境部办协和电厂改建施接案的第6届专案小组初审会议，以及登记发言的民众超过50个人，9点钟才开会开了。尾下2个案拢送入宽屏大会，环境部已经安排后礼拜3进行审查。不过，这届限制只当20个民众发言。我们会公开抽出20个可以进场发言的民众，抽到的民众他可以把他的钱转让给另外一个人，可是只能转让1次。环境部表示，若超过20个人会抽签决定无份入场。环保团体批评安尼是公民参与倒退路，反对协和介绍天然气的在地团体强调，顶届审查根本无解决争议。环境部即马阁要限缩民众发言，未输是经济部细汉的，简直就是大开环评倒车。为台电开绿灯的同时，还帮忙踩油门，不过就是从过去的黑箱环评升格为现在的缩水环评罢了。由宽团批评，宽屏应该解决开款争议，唔是准过就好。民众参与宽屏，只会当讲3分钟，搁限制人数，用抽签的就无公平。太夸张了！那我是开发业者，我会动员很多人啊，我来稀释你这些人啊，这样公平吗？不公平啊！我们是要解决问题，不是来说让大家讲一讲就结束了。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一个态度。环评的一个审查不是全民公审，不是动员多那就所谓的声量就大，声量大就会过或者不过。环评的是一个审查是专业的审查。面对宽团批评，环境部强调限制20个人发言是根据旁听要点规定，民众就算无登记就发言，也会当用书面表达意见。也若无采用支持、反对双方各推派10人发言，是希望保障第三方表达意见的权利。公视新闻综合报道。屏东小琉球海域连续2天有3只石龟是来钓伤跨沙，这3只石龟呢，即马拢已经送去到屏东的海洋生物博物馆来治疗。也那海生馆是来表示讲，伫小琉球发现钓伤石龟的比率是全台湾上高的。海巡人员甲海保署巡查员做归用机仔，甲这只受伤靠山的海龟游起来岸顶，准备要送去屏东的海洋生物博物馆进行救治。在78天2天，伫小琉球周边的海岸，连续发现3只受伤靠山的海龟，而且拢是保育类的石龟。经海洋保育署巡查员评估后，其中1只海龟背甲受伤，另1只海龟活动力不足。后续将2只海龟送往东港，交由屏东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带回治疗。海
新冠助理研究员李宗宪表示，这3只受伤的石龟，有2只是去互鱼钩啊吊线无吊伤的，另外1只是龟壳去互撇啊线吊伤。经过初步治疗，目前3只状况拢真稳定。李宗宪强调，小琉球观光客多，阁是石龟找食的重要区域，所以这石龟因为鱼钩啊吊线撇啊来吊伤的比例全国上悬。但是以往1年大概敢若收到3-4只，这摆2天就送3只来，开始真罕见。我们没有这么密集的去在同一个地方同时收到这么多海龟的一个状况，有可能是最近天气温度也比较低啦，那海龟受伤的话，那温度比较低也更容易被发现。为着要避免海龟受伤，海洋保育署表示，去海边钓鱼要记得将钩啊、吊线收好。若是有发现受伤的海龟，也当通报因也是海巡来处理。记者柯家族柯昭阳高雄采访报道。行政院今仔日来讨论民法修正案，要来放宽离婚的条件。未来若准这翁仔某伫咧5档内是分期3档，安尼就会使来请求离婚。原来这修正案内底也讲明，这赡养费请求权的时效是2档，若准搁再计错，就袂使继续提钱啊。这几年来，台湾的离婚率直直增加。目前，若是要离婚，除了夫妻双方协议，也会使向法院申请裁判离婚。拜是行政院通过民法的修正草案，修正放宽未来若是婚姻关系5年内累积3年分期，双方拢会使提出离婚诉求。本次修正的效益呢，有3大效益：完善我国离婚制度，保障婚姻双方的权益，这非常的重要，而且可以符合国际公约的规范。法务部表示，分期时间符合修正草案的规定，会使做离婚的事由，同时也会实施公平条款，来维持双方的公平性。也若律师是认为，虽然这是参考外国的做法，不过台湾的结婚定义和外国是无同的，这伫实务上可能不是一个放宽，颠倒会变做是一种限制。咱这样实务的看法是讲啊，你只要无法度维持婚姻，再提出证据来，不管讲你是1年2年的分期，还是讲有啥其他状况，拢会使法官来判断讲到底会使离婚，袂使离婚。你既然硬性来规定讲5年爱3年的话，反而互法官有一个限制，无法度讲啊真诶有分期1年2年，其实确实真诶无法度维持婚姻来做一个离婚的判断啊。另外，这个修正的部分也修订赡养费的制度。原本若是属于无过世的人，而且生活经济有困难，对方拢爱付赡养费。未来收赡养费的人，若是再婚，对方就无需要搁给付赡养费。针对这部分，律师表示，实务上大部分赡养费拢是一概付清。这个认定再婚袂使搁收赡养费，是符合维持婚姻关系公平性。修法草案续落也会送入法院审议。记者中嘉嘅谢桂玲台北报道。台湾对于今年开始转做是超高龄的社会，这长照的需求呢嘛愈来愈大。国民党是来表示讲，立法院新的会期会大声来处理长照保险法的草案，而且因嘛有做过民调，讲有77%的民众是真支持甲现有的长照改做是保险制。啊，那卫福部是来表示讲，其实这长照的保险是需要社会共识，目前要来收集各界意见，会好好沟通。台湾伫要走入超高龄社会，老人人口的比例超过20%，等于是每5个人都会有1个人是65岁以上的长者。长照需求一直提高，国民党进前表示，立法院新会期要以民生议题为主，其中长照保险法的草案都会列作优先的法案。这几年长照的人口已经增加了5倍，很快就会10倍啊！而长照的需求这么的高，我们的预算这么的少。那能做什么？就做得非常有限。每个月一般的民众增加的是100块钱左右，而这样子的一个长照保险才是可长可久。目前咱国长照基金的来源主要是房地合一税、遗产税分管等。国民党地区民调显示，有7%的民众支持把现有的长照赋税制改做保险制，也就是比较健保，由民众雇主甲政府分配保费，认为应该制定长照保险法。敢若1%的民众无支持。不过，民进党立委认为，目前赶紧爱做的应该是先提高长照服务的覆盖率，也加解决长照人力不足这个问题。能不能针对于机构的营运，提升我们的照顾品质，
给不给付硬体设备，这也是值得要讨论的地方。一出生就是缴吗？还是要几岁缴？这要审慎评估。长照保险存在于资源部件是否足够、保险费率、缴费以及纳保对象等等的议题。长照裁员有不同机制的财务负担模式，本部未排除任何一种可能性，但是需要持续与外界沟通，取得共识。卫福部长教师指出，推动长照保险需要依据社会共识，目前也搁伫咧收集各界意见进行沟通，而且因为部分地区的长照资源也是无够，所以现阶段也是需要靠税收来强化保健。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为着要来减少台湾社会对查甫同志的刻板印象，台湾同志热线协会是来举办展览，希望大家会当了解同志的心境，来走向平权有包容性的社会。保持笑容、充满自信跳舞的是 HIV 患者，伊甲家己号一个艺名，叫做女神自助餐，勇敢分享家己得到艾滋病过程。距离公开感染身份也已经过了7年，几乎是我刚开始尝试变装不久就出感染柜。伊讲要公开家己是艾滋患者，需要真大勇气，不过受到社会对艾滋病有真大的惊吓和污名化，伊嘛是决定要站出来。往往在一些同志相关的新闻当中留言，会发现蛮多对于 HIV 的恶意攻击。我觉得我自己的身心状态还算 OK， 对，可是我比较担心说，真的有人陷入到歧视的困境里面，他可能会不想要继续维持生命。为着要让更较侪人理解 HIV， 台湾同志热线协会举办为期2礼拜的展览，展出1998年到2029年台湾社会对 HIV 患者的态度。在早期，或是偶尔在近代，也有一些台湾的一些政治人物，常常会讲一些跟艾滋有关的一些蛮难听的言论。协会希望民众了解艾滋是会当透过药治疗，而且若有治疗治疗是无传染的风险。希望透过展览来减少社会对艾滋的污名化。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教育部本土语言杰出贡献奖，其中一个得奖的人就是医师朱子宏。伊平常时是会伫面册的卖奖页用台语、客家语，也佮有原住民语来分享医学知识。伊也来出册教台语，甚至是办讲座，希望母语会当生活化。一般吼，若是要成长啊，是要发达啊，就是牵涉到这个，就是头壳内的迄个荷尔蒙。用台语了解人体的内分泌系统，伊是朱子宏医师。伊毋但是一个医师，阁是一个母语推广者。朱子宏为2022年开始经营面册母语的医学卖奖页，内底用台语、客语等等母语了解医学知识，内容拢是朱子宏找文献签到母语有字写出来的。为较古早的文献，阁找出来吼，亲像就是身体理。啊，还有一个是来外科的看护学，迄个社团啊，就是问题，啊，还有我家己有组一个台语文的智库。这个卖奖也不只有台语甲客语，阁有大过马祖话、泰雅话甲阿美话一寡母语的医学知识。朱子宏长期想学语言，到呾伊已经学过9种语言。伊自大学开始学台语，到呾已经21档。除了经营母语面册，朱子宏也捌出版册，也是办活动来推广母语。头一项是网络顶啦，吼，啊，所来是甲在地的母语团体，讲母语的讲座啊、座谈啊，吼，啊，才会活动啊。朱子宏长期注心咧推广台语、客语、原住民语这寡母语的文化。今年是受国立台湾大学的推荐，摕到教育部114年度本土语言杰出贡献奖。特别有印象是有一次在下班后，他来系办询问是否可以借用系办空间，整理医用台语课程的讲义。这摆得奖，朱子宏医师希望会当去引导较侪人，渐渐把母语带入生活中，也开始放散无正确的花青文，开始学写台文正字，望通建立更较友善的母语环境，和各种母语通代代传。记者郭林玉凯新竹报道。
台湾艺术家柯文勇的作品《台湾风物图》，拢总是有320公尺遐尔长，也有180公分悬。这柯文勇表示讲，本地呢这作品是有300多公斤，若准备展览是真费气，也个搞工的。也毋过即马透过科技，用导影做网架的方式，重新来呈现，毋但是真方便，看到嘛真心实。都通看到台北101烟火壮观，无偌久的时间，画面来到桃园的石门水库，每一台车拢叮当起来，顶面阁有鸟仔咧飞。这是台湾艺术家柯文勇画水墨画《台湾风物图》，如今以网架方式重新呈现出来。台湾风物图原作到中国大陆展览的时候，那一张画有300多公斤，每次要出门都要吊车。现在透过科技我们很简单就可以投出像我的原作一样的一个逼真。台湾风物图是柯文勇30当前的作品，拢总有320公尺长、180公分悬，用水墨画画出来台湾的民俗风情、自然风景等等，嘛，互人讲是台湾的清明上河图。导演分享讲，要甲袂叮当的山水画透过导影以网架的方式呈现，有真大的难度。因为这幅画320公尺很长，那必须在沉浸场域做一个无接缝。所以它在我们在缝合的拼接的影像的技术上很难。台湾风物图即届透过技术科技，伫咧台北101展览，艺术家柯文勇表示，伊看到真感动，嘛建议其他的县市政府会当伫咧地方设置科技技术馆，安尼才会当甲台湾的技术推向国际。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钢琴家魏乐富是德国人，不过煞伫台湾主心音乐超过40档。今年呢，甲伊的牵手也就是台湾真出名的钢琴家叶露娜，做伙来规划台湾400档福尔摩沙的故事音乐会，用无共时期的乐器甲语言来呈现台湾这400档的故事。伊嘛写节奏紧，佮叮当，配合女高音林景如的台语朗读，来呈现28次惊受难者家属受到政治迫害、惊吓、无助、紧张的心情。这首乐曲是钢琴家魏乐富以28次惊真实的故事做背景落去创作的。暗暝的一晚，这首乐曲原版本是英语朗读。魏乐富今年特别改用台语呈现，是伊演绎台湾400年音乐会的其中一首。魏乐富讲，伊真欢喜用音乐甲真实的事件记录落来。Happy that because 原来这是一个 literary idea， 我想把那个故事写下来，然后是 I think 这应该要可以变成一个 narration。魏乐富伫德国出世，1978年来到台湾教音乐，到打40多年。伊和台湾钢琴家聂玲娜是台湾出名的双钢琴组合。这届因共同规划演绎台湾400年的音乐会，要呈现台湾史400年之间无共政权时期的乐曲。钢琴家聂玲娜表示，过去的历史真侪台湾人无了解，也是无愿意讲，希望透过音乐来互更较侪人理解台湾的故事。所以这整个我们就是希望用音乐来带出台湾的历史。然后其实我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台湾原来有那么多种语言在台湾出现过，那我们都不晓得。聂玲娜表示，音乐会会伫3月18正式首演，卖用无共时代背景的语言来演出，所以会有荷兰语、日本话、台语、原住民语等等，希望会使把台湾这个岛屿的故事和多元性完整表达，互更较侪人认捌台湾的过去。记者中国的谢桂林台北报道。来看一份国际期刊的研究，发现这人类的 Nova1 基因呢，互咱会当发展出多元的语言。这学者也将鸟鼠换作是人类的 Nova1 的基因，结果发现鸟鼠伫互动的时阵，这发射的方式也变了无同。Hey guys！ 餐厅内调酒师甲人客欢喜的提讲，分享互相的生活。人类有特殊的语言，甲一般动物无同，有丰富的多样性，所以会当建构文化甲身份认同。即卖有研究发现，人类会当发展出语言，甲一种叫做 Nova1 的特定基因有关系。Nova was part of what we would call a selective sweep of a variety of genes, and Nova was one of them that contributed to the emergence of Homo sapiens as the dominant
species, which we are today. We got iPhones and Zoom. And part of that, we would contend or believe relates to language. 一份发表伫自然通信期刊的研究，将鸟鼠体内的Nova1基因替换做人类特有的基因，来测试这种基因伫现实生活中的影响。结果发现，伊改变鸟鼠互相咧叫的发声方式。详细听会发现，后壁迄只的叫声比头前迄只较复杂，会当听出声音的起伏。这项研究的学者为1990年代就开始探究Nova1的基因对大脑发育的重要性。结果证明，人类版本的Nova1甚至会当选择性会甲加掉，佮改变甲发声、参语言障碍相关的基因结构。无定着未来也会当帮助有语言障碍的人。So if you could upregulate the other copy of Nova, maybe you would make them better. So there are individuals, for example, who have nonverbal autism. Do some of them have something that we could help with by virtue of understanding the language functions here? 不过，科学家也表示，Nova1可能不是唯一塑造人类语言能力的基因，保定着也有其他的基因为人类发声、塑造语言能力奠定基础，也个犹太日后继续研究。公司新闻陈伟斌编译。下晡晡的天气到底是如何呢？天气报你知，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16度到24度，中部地区是18度到23度，南部地区19度到23度，东部地区是19度到23度。外岛地区10度到18度。以上就是这则台语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日本的时代，日本宿舍有足济内底入去就是拢装榻榻米所以讲这款的工课册，佮